New Zealand 仓库拍卖会批箱内底竟然藏2名囡仔的遗体，警方研判死者已经过身真侪档，而且凶手可能已经逃到海外去。芬兰总理自会跳舞影片外流，引发风波，反对党怀疑伊有食毒，呼吁爱接受药检。总理讲伊无食毒。Starbucks 退出罗西亚市场，即阵受侵权的这个 Star Coffee 开幕，商标行销方式都和 Starbucks 要同。乡亲朋友大家好，我是阿明张伟明，欢迎做回收看新闻世界通，每天30分钟，和你讲做国际新闻通。首先，就要来关心这个纽西兰发生一件非常离奇的皮箱藏尸体这个案件，有人伫咧拍卖会里买规车旧命，再登去到处理拍开皮箱一个看，竟然内面有囡仔的这个遗体。警方调查就发现讲，死者可能已经过身真侪档，但是咧要找凶手线索也真有限。专家嘛认为，这个凶手早嘛应该逃去到海外去啊。纽西兰发生一件离奇的命案，上届大的城市奥克兰一个家庭顶礼拜为一场仓库拍卖会，标一车无人认的个人甲居家物品炸转厝了后，竟然伫其中的2卡行李箱发现人的遗体，因惊一个赶紧报警，警方18证实死者是2个囡仔。I can confirm we're dealing with the bodies of 2 young children. From the post-mortem examination, it would appear they were of primary school age. At this stage, I have no further information about their exact age, but we're working on it. 警方初步调查了，发现死者年纪是伫5岁至10岁左右，身份也未确认。不过，受害者家属应该住伫纽西兰。检警无说明死者死亡的原因，不过已经排除报案的家庭涉案的可能性。Early indications suggest these children may have been deceased for a number of years before being found last week. We also believe these suitcases have been in storage for a number of years. 因为死者死亡时间已经几多年，涉案的行李箱也藏至少3-4年，所以调查工作特别困难。不过，纽西兰警方强调，当拍拼要找凶手，也已经联络国际刑警组织。换一句话讲，凶嫌可能人伫海外。公司新闻齐婉玲编译。最近有一段芬兰总理马林跳舞的影片伫咧网络顶伫遐流传，芬兰反对党就怀疑讲，这总理是毋是来食毒，要求伊都要主动来验毒。但是总理马林除了不满伊私人的影片被公开，也强调绝对无食毒。就是这段被公开伫咧社群媒体影片，芬兰总理马林甲一名芬兰的名流伫咧共欢跳舞。马林讲，迄当阵伊知影有伫咧录影，严格讲伊无食毒。据传讲，还有其他影片，马林是讲伊并无被勒索，并且强调这款影片无应该被公开。Nämä videot on yksityisiä, ne on kuvattu yksityisissä tiloissa. Olen harmissani siitä, että nämä ovat levinneet julkisuuteen. Kyse on ollut siitä, että olen ollut viettämässä kavereiden kanssa iltaa, juhlinut railakkastikin kyllä, tanssinut ja laulanut. Käytettiinkö näissä tilanteissa päihteitä? Alkoholia kyllä. Ei huumeita. No ei ainakaan minun tietääkseni. Näillä videoilla puhutaan jauhojengistä. Osaatteko kertoa, mikä se on? En osaa kertoa, en tiedä siitä mitään. 極右派反對黨領袖普拉希望馬林會當接受藥檢。馬林嘅聯合政府中間黨國會議員凱爾納也講，馬林主動接受藥檢，這是正確嘅代志。馬林對此態度真開放。Minulla ei ole mitään salattavaa, en ole käyttänyt huumeita eikä sikäli ole mikään ongelma mennä testeihinkään, mutta 今年36歲馬林是世界上上少年嘅領袖之一，伫咧處理新冠病毒以前，一個對俄羅斯採取強硬立場，正受刺激。不過，這款影片已經讓馬林嘅形象受到正大嘅傷害。但是，也有人認為，伊伫咧私人嘅時間開 party 並無唔對。伫咧過去，伊對家己定定參加 party 也真坦白，也定定被翕到去參加音樂節。去年，伊因為伫咧夜總會，甲一位確診嘅病人有密切嘅接觸，了後出面道歉。公司新聞吳文玲編。世界上大条，帶大家做回來關心國際主流媒體嘅新聞重點。首先來看到日本產經新聞，伊報道美國前印太司令就警告未來5冬要來嚴防中國侵入台灣。另外看到韓國朝鮮日報伊報道，南韓統一部部長即陣就建議講，美國是毋是愛和北韓想辦法來建立和邦交，未來再過來殺這個放棄核能武器這種決定。另外看到英國 Times 報道，英國首相之戰即陣 Truss 面調大
名可能是后任的英国首相。另外，有专家分析讲，这阵斯纳剩5趴的机会，通赢这个首相大位。另外，看到美国 New York Times 报道，到底是要公布这个超速 Trump 这个别种的宣誓书，也是无咧？这阵法官讲只有部分太检会内容会来公开。另外，上尾看到 Washington Post 报道，罗西亚间谍传达错误的信息，和 Moscow 这个当局做出战争这款的决定，有影是真大的这个失误。讲到中国咧，除了军演，就是网络攻击的混合战。咱看到总统府、国防部这部门网站拢被 hacker 攻击，假信息也伫台湾内部来流传。总统蔡英文就讲哦，要强化打击假消息，嘛好好来辨别啊吼。另外，面对中国这威胁，海军也公布监控的这个画面，讲拢有掌握到啦吼。咱这中科院昨暗也发射无限关度飞弹，有专家就认为这应该是精定型的天宫3飞弹。两花持续对徛，总统蔡英文顶日特别去海军苏澳基地，甲官兵鼓励。面对中国增加军事威胁，蔡总统讲，台湾就亲像海军军舰，加减会拄着防疫，不过只要团结，就会当克服所有的挑战。嘛发布国军阻挡解放军扰乱的影片，海军舰艇伫东部外海，近距离监控解放军飞弹护卫舰武欧号、甲飞弹驱逐舰安阳号，沉着应对，将平时扎实的演练的成果。展现在面临实际威胁的应处，不仅守护住我们的海疆的安全，也维系了区域的和平与繁荣。这样的表现，我要给予各位最高的肯定和敬意。针对台湾真正传出受到网络攻击，伫网络阵的前线，蔡总统讲，罗西亚甲乌克兰战争发生以来，到中国军演、网络攻击混合战的模式伫台湾出现，就是要让民众看甲雾煞煞。所以，强化国家治安的联防体系是政府上界要紧的任务之一。一个火光一直冲起哩，18暗，中科院进行飞弹试射，先为3仙台发射飞弹，了后屏东9片发射测试的哪吒飞弹，因为射击上大弹道，无限制关度，引起外界关注，敢是要测试新型的飞弹。那它同时发射2枚。所以就排除了是所谓的以前叫云峰飞弹，后来叫擎天飞弹的可能性。因为那个设计上看起来是中科院申请，我就猜它应该是天宫3型的增程型。针对解放军下过海角中线常态化，连续几日间有中国军舰出现伫台海，国防部18侦测到51架中国军机，6架中国军舰，其中有25架中国军机下过海角中线，延伸到西南空域。19个有8架下过海角中线，国军强调讲，拢有严格监控、应用甲处理。记者综合报道。南韩总统尹锡悦讲要用经济专力帮助北韩，希望安尼通换北韩放弃核能武器。即阵金正恩的这小妹金宇正佫讲，哪有人想要用这个食米来换命运哦？叫尹锡悦你着点点。金宇正咧，佫一届讲到这个北韩有 COVID-19 疫情，拢是南韩传来的，未来一定会有报复性的这个措施。这个月17是南韩总统尹锡悦就一满100天的日子，伊召开记者会，嘛佫一届提出大胆的计划，呼吁北韩只要愿意无核化、放弃核武，南韩会当提供经济、军事甲外交的援助。不过，北韩官方的朝鲜通讯社19报道，北韩领导人金正恩的小妹，同时阵嘛是今麦朝鲜劳动党副部长金宇正的新妹，批评尹锡悦想法是戆到有寸。伫金宇正伫8月7日劳动党大会演说内底，就已经甲南韩看作是敌人了。 우리는 그 쓰레기들이 유포시켜놓은 비루스를 깨끗이 박멸하였습니다. 우리는 반드시 강력한 대응을 해야 합니다. 이미 여러 가지 대응안들이 검토되고 있지만 대응도 아주 강력한 보복성 대응을 가해야 합니다. 金宇正伫19日新闻表示，北韩永远未接受以经济利益换无核化措施的提案。讲真消息的提案，早伫10月中前，迄阵时的南韩总统李明博都捌讲过，不过北韩已经拒绝。金宇正实际是要求尹锡悦，若是无话通讲，也是讲废话，不如点点来保持体面。另外嘛，因为南韩甲美国为2日开始要举行11天的联合军演，互金宇正即期南韩改善两国关系成绩，佮讲就是讨厌尹锡悦本人。针对北韩的反应，南韩的统一部伫19表达遗憾佮烦恼。 통일부는 오늘 북한이 무례한 표현으로 우리 대통령을 비난하고 담대한 구상에 호응해 오는 대신 우리의 구상을 왜곡하고 오히려 핵개발 지속 의사를 언급한 데 대해 강한 유감을 표명합니다.
2014月就100日迄一天，北韩捌发射2粒飞弹，南韩当局一度认为是伫平安南道的温泉郡发射的。对此，金宇镇佮纠正讲是伫平安南道安州市的金城大桥发射的。国际新闻电视台编译。过来讲到乌克兰和罗西亚也有过来战，土耳其、联合国以及乌克兰昨日伫咧乌克兰西部举行国防会，要合法朝这罗西亚甲乌克兰战事，但是针对一寡重大议题，完全是无进展。为着要互国较侪粮食出口，也为着要化解扎波罗热核电厂危机，更加为着要互俄乌战争较缓和，土耳其总统埃尔多安、联合国秘书长古提瑞斯，也个乌克兰总统泽伦斯基，伫西部城市利维夫举行国防会。因讲媒体报道无谈出什么重大进展。土耳其总统埃尔多安讲，因为讨论的代志也爱克里姆林宫也承认，所以国家俄罗斯总统普京沟通。 Bu konuyla ilgili olarak Sayın Putin'le Rusya tarafıyla da bütün bugünkü görüşmelerimizin neticesini değerlendirmeye devam edeceğiz. 这是俄乌战争以来，埃尔多安第一遍甲泽伦斯基见面，古里瑞斯是第二遍去乌克兰。因希望这种伫咧重大议题会当有进展，比如讲三方面伫咧扩大换战湖，安排核能的专家协助受炮火攻击的扎波罗热核电厂。严格要安怎做，也唔知。 The area needs to be demilitarized, and we must tell it as it is. Any potential damage to Zaporizhia is suicide. 泽伦斯基甲古提瑞斯伫咧会中同意安排国际原子能总署访问扎波罗热核电厂。因目前也唔知影克里姆林宫是唔是答应。因若核电厂的铁管问题，有一位俄羅斯的外交官講，核電廠無人保護是國家危險。 Нашої держави обговорили оборонну співпрацю і економічну, і енергетичну. 埃尔多安把家己定位伫咧和战争结束的中人。土耳其是北约的成员，经济无啥稳定，就要扩加俄羅斯贸易往來。會晤結束了，伊希望國際社會唔通放棄外交手段，也相信戰爭會當伫咧談判桌頂頭結束。公司新聞吳文玲編輯。 讲到羅西亞入侵烏克蘭的這陣西方國家，攏來頂這個制裁啦吼。美國 Starbucks 嘛替你經營15檔的羅西亞市場，但是咧，伫咧 Moscow 18出現商標、商品佮行銷模式，攏和 Starbucks 真相共的 Star Coffee。 今日去莫斯科新阿尔巴特车路这间咖啡店，会让人想讲是入去星巴克。内底甲外口规个装潢风格、为商标、餐点、饮料，甚至是店员服务甲态度，全部甲星巴克同款。店名就叫做星咖啡。 То есть американская компания передала кувейтскому партнеру право на франшизу в России, и кувейтская компания развивала этот бренд, под этим брендом свои кофейни. Потом, когда Starbucks принял решение уйти из России, соответственно, у кувейтской компании больше не было интереса заниматься этим бизнесом без этого бренда. Соответственно, вот всю, собственно говоря, арендную свою карту они продали право. А мы, в свою очередь, выиграли тендер, потому что участников тендера было много. Приобрели ее и сделали свой бренд. Вот и все. 提马蒂是俄罗斯出名的 rap 歌手，共同创立欧星连锁汉堡，卖提马蒂汉堡。伊当时是克里姆林宫的支持者，真卖普廷。2015年创造一首作品。 总统普廷是我上好的朋友。星咖啡是伊甲企业家宾斯基合作的新产品。星巴克伫俄罗斯有130间分店，将近2000个员工。星咖啡的2个股东伫开业记者会里，真有野心的表示，要甲星巴克所有的店用新的身份重新开张，甚至扩大业务。俄乌战争开始了后，国际品牌陆续撤离俄罗斯。 俄国市场是开始出现袂少甲新产品商标真共的分身。智慧财产权专家讲，大部分当局会拒绝甲现有的品牌同款，也是正共的商标申请。啊，毋过俄国当局春天时阵通过一个法令，温存企业无需要支付智慧权所有人的任何费用，就会当使用美国、英国无友好国家的专利。 俄罗斯国温存水会为美国的胶爽卫生用品到任何品牌的鞋类产品拢同款。 这也使得美商可口可乐伫俄罗斯的侵权，也甲组织平行输入的官司有真大困难。公司新闻王慧文编译。
之前咱有报道过哦，去刺杀莫辛纳诗篇作者鲁西迪的24岁嫌犯 Marta 18伫咧纽约州来出庭，面对家己被指控的这个罪名，伊完全唔认罪哦。但是进前接受媒体访问时，竟然一开嘴就讲，想袂到这个鲁西迪也有个活咧。24岁哈迪马塔因为暗杀作家鲁西迪和纽约州小偷跨境大陪审团起诉了后，18出庭。伊穿着黑白条纹的犯人的衫裤，经由律师搁再据说，对家己被控的二级谋杀未遂加二级攻击罪名来认罪。法官是下令继续将马塔关起来，无用的保释有加9月搁再开庭。The way the hate crime statute works in New York State is it serves as an enhancement device so that, let's say a B-level felony can now go up a step. So we're looking at that. 印度的有英美国籍的作家鲁西迪，12在纽约州的一场艺文的演讲，和马塔冲上台，压倒一直甲插伫受重伤。马塔当场互抓起来，伊直接接受纽约邮报访问，知影鲁西迪互伊插这些刀也活掉咧，感觉惊奇。鲁西迪1988年出版的个人第4本的小说《魔鬼诗篇》，开设模范不了先帝神明，和真侪伊斯兰国家列做禁册。伊让当时的领导人霍梅尼颁布对杀伊的教令法特瓦，要激进的团体提出真悬的赏金要伊的命。鲁西迪从此流亡英美多年，而马塔伫美国出世大汉，相亲来自黎巴嫩，也对纽约邮报表示家己无介意鲁西迪，因为伊恶意攻击伊斯兰教。虽然魔鬼诗篇家己敢看过，本来也袂意。马塔也讲，家己尊重霍梅尼，也毋过无表明家己是毋是甲伊朗革命卫队有接触。伊朗外交部也否认甲本案有任何关联。马塔律师要求法官阻止媒体搁再接触马塔，以免对这个官司不利。检察官是表示，伊受访时所讲的话，拢会当作法庭的口供甲证据。公视新闻是会长编译。正线带大家来到北非哦，看到 Algeria 最近野火烧袂停，有一间野生动物园被野火包围哦，真侪人走袂赴走袂离，只好受难被活活烧死。规个地区至少已经有38人死亡。高啊烧大火，瓦棍徛家，高烟也甲规个天顶拢炸掉咧。另外一边大火已经炭烧到道路边，人车无法度瓦棍。北非的阿尔及利亚拜沙爆发最惨的野火，由气候真大暑加上风势真透，火势一直炭烧到一间野生动物园。为少囡仔参观动物园时，互大火包围，赶紧坐车要撤离，也是慢一步袂好走。سابحة طرشق بها من الباس في الطريق النار كلتها ما قفلت بها من الطريق ما نكون حيروح ما نكون حيهربوا ما عندهم ولا حيروحوا هاي تشوفها هبطة هاي كبيرة جاك تشوف الدنيا شعلة بارتو دور من شعلة نار بارتو نصها دراري صغار نصها دراري الساكن ميتين كيما دراري صغار ميتين حاضنين بعضهم 受灾上严重的塔里夫地区，最近的气温达到摄氏48度，一度出现黑光烈火现象，瓦棍徛家甲平原所在。当地政府赶紧来撤离民众，也毋过迄炭烧伤紧，真侪人伫走出来中途也是不幸休息。这种为止已经知影至少有38人死亡，200多人受伤。受灾民众批评政府救援上慢，才造成几60人互野火烧死悲剧。 واحد ما جانا اخويا لا بومبي لا حمايه مدنيه واحد ما جانا احنا الخدامه بعد اللي قاعدين يخرجوا في الناس والو واحد ما جانا غير احنا والله يرحم واحد مات معانا مسكين خدام مات في الرومبوا هذيك الجدرميه مسكين شاعل بيت طنابير مات 时阵，伊有20个所在野火伫炭烧，有人批评阿尔及利亚去年8爆发大规模野火，造成上100人死亡。当时因为消防飞机报告拍火真慢，今年野火搁再发生，政府也是准备不足。阿尔及利亚政府是表示，向俄国租借的水轰炸机暂时故障，20只发动来使用。即阵已经先派出上千名的消防员甲消防直升机来抢救。公视新闻齐婉玲编译。 换一个心情来看，英国这个旧酒店哦，世界出名，但是西班牙原来嘛有烧降的这个危机。这是因为今年欧洲小影阁可看水库水位大降低，然后西元前5000年这个西班牙旧酒店搁再出现。为空翕的画面，会当看到几啊十块真大层的石头交叉伫涂骹，规定摆做那圆形的共款，看落是真壮观。这个石头是伫咧西班牙卡塞雷斯省的巴尔卡尼亚水库。 长久以来拢伫水底，今年因为受到欧洲小影的影响，也阁有可汗，水库欠水量敢若剩28%，所以这石头才会搁一届出现。这年来，当地历史协会甲旅游业者拢伫提倡讲，希望甲这石头锁去博物馆或者是水面上方参观。即届发现，伊是感觉真欢喜。
Es una sorpresa porque es una oportunidad única de volver a valorar un sitio que no se había valorado en su justa medida, primero hacía 100 años y después de una manera muy parcial y muy rápida.不过对当地农民来讲，这不是一个值得欢喜的现象。根据自然地球科学发表的研究，受到气候变迁的影响，西班牙部分的地区拄等千多年来上届食来可汗的情形。农民讲，因为降雨量严重不足，井绳啊水嘛无够啉，农作物袂大嘛袂生。 地书修行嘛真歹。Estos calores no son normales y tanto tiempo sin llover tampoco。这顶真大片的石头，官方的名叫做瓜达帕拉尔石墓。1926年由德国考古学家发现的，推测会当追溯到西元前5000年。1963年，在前独裁者佛朗哥统治的期间，这个石头因为农村发展的计划转互水淹去，了后敢若出现过4届。公司新闻王雅芳编译。 美国1994年的《阿甘正传》这个电影28档了后，印度将这出经典重翕做印度版本的《拉辛正传》，由印度非常出名的演员来做男主角，加入印度元素，非常趣味。做伙来看。जो भी हुंदा है वो हम करदे हैं या फिर हम हवा विच एवें ही उड़दे फिरदे हैं यहाँ से वहाँ 这个画面甲台词是毋是互人感觉以前捌看过，嘛捌听过？无毋对，这出印度的新电影《拉辛正传》其实就是将28年前美国一出真出名的电影《阿甘正传》重新改编，拍做印度的版本。当年的《阿甘正传》伫美国奥斯卡摕到6项大奖，主演的影星 Tom Hanks 嘛摕到最佳男主角。即马拍做印度的版本，是由印度非常出名的演员阿米尔汗来演男主角。 今年57岁的阿米尔汗，伊早捌拍过电影《三个红镜头》，还有我甲我的冠军查某囝，是伫台湾嘛真受到欢迎的印度演员兼导演。尤其是我甲我的冠军查某囝，是台湾有史以来卖了上好的印度电影。但是阿米尔汗讲，即摆要演这出《拉辛正传》，伊其实非常紧张。I'm really nervous because it's a film that we've made with so much love and care, and it's been such a challenging film to make。这出《拉辛正传》有保留当初《阿甘正传》内底，包括战争、拍乒乓、走马拉松等等，真侪故事内容。但是嘛，配合印度的文化，重新改做无同款的版本。参像《阿甘正传》内面上界出名的一句台词：“我的妈妈教我讲，人生就那亲像一盒巧克力。”伫《拉辛正传》内面，巧克力就变作是印度的紫薯饼。मेरी मम्मी कहती थी कि जिंदगी गोलगप्पे जैसी होती है, पेट पले ही पर जावे, मन नहीं परता। 事实上，男主角阿米尔汗过去捌主持过电视节目，讨论印度的儿童性侵害、种姓制度等等一寡真有争议的话题，所以互保守派人士无够欢喜。佮加上伊是印度较少数的伊斯兰教徒，所以最近印度有人伫网络发起要抵制这出新电影，互阿米尔汗感觉真无奈。记者甘美恁编译。以上就是今日新闻世界通，感谢乡亲好朋友收看，我是阿明张伟明，下礼拜同一个时间咱再会。